歡迎嚟到 Midnight Rhythms 嘅大眾占卜，我係 Serene。今日嘅主題係同佢斷聯之後，佢嘅現況係點樣呢？而當下佢對你嘅溫度同埋感覺又會係點嘅呢？我哋由左至右有3個選項，牌組1、牌組2、牌組3。你可以依照你嘅直覺揀選你最有感覺嘅牌組，你可以揀1至2組。而家我哋做一個能量對應，請深呼吸，然後諗住呢個人嘅樣或者佢個名，再睜開雙眼，第一眼或者你睇到最有感覺嘅嗰個牌組就係你要選嘅選項啦。如果同時有1組以上嘅牌組，你同時感覺到有 feeling 嘅話，你可以選擇先後次序去觀看。好可能都係宇宙有信息要俾你㗎。如果你未揀好，可以撳暫停鍵再揀。如果你揀好嘅話，我哋就係分組見啦。Hi， 牌組1嘅朋友，而家我哋就睇下斷聯之後佢而家嘅現況係點樣呢？佢當下對你嘅溫度又係點樣呢？首先我哋今日會分開 A 能量同埋 B 能量。而家抽咗對應嘅牌先。再抽一張中間呢啲燈牌，或者係數第一張。係教皇牌。好啦，咁而家你哋可以合上眼睛。然之後深呼吸，可以揀你係 A 方定係 B 方，或者你自己嘅能量對應可以聽下。陣間你會覺得自己係屬於邊一邊。咁我哋而家開牌。咁樣咧喺呢度咧，我就見到你哋之前嘅能量咧，其實你哋會覺得大家彼此其實個交流係好好㗎，又一齊進步啦，而且大家相處模式都係幾心靈相通嘅。但係去到而家呢一個狀況咧，就係有一種叫做説教模式。有一啲用頭腦去 block 住咗你哋嘅感情。A 方咧會覺得喺過去呢段關係裡面投入咗好多嘅時間啦，同埋感情。而家咧就係想暫時停一停，審視一下，其實我付出咗呢段感情係值唔值得嘅咧？我見到 A 方嘅能量咧，佢仲未打算係放棄嘅。但係亦都冇打算要進攻，你哋而家係停止咗喺度等，
等緊一個時機。佢嘅感覺俾我呢，就係佢靜觀其變，佢覺得未必係冇得救嘅，但係而家就喺度停止咗落嚟。而 B 方呢，佢就仲係好心痛㗎，睇到佢係好痛苦，即係唔同 A 方聯絡呢，係因為想保護自己，佢係比較多逃避嘅情緒，可能你哋之前有少少爭執啊，傷害到佢。佢呢而家呢個心情呢 B 方佢係即使好掛住 A 方呢，佢都唔會諗住要再去聯絡佢。佢完全而家暫時係冇能量，亦都唔想理呢段事。佢唔想去修復呢段關係，亦都冇能量去修復呢段關係。A 方同 B 方呢，而家暫時嘅頻率咧係完全唔啱㗎，即係冇對齊到。A 方咧就冷靜咁樣計算緊個回報啦，而 B 方咧就只係理住自己可唔可以止血。而中間 Hierophant 咧呢張牌咧就代表大家都係有一種執着喺度。例如 A 方咧就會覺得我遵守咗呢段關係嘅規則，付出咗咁多時間，都仲未有一個好正式嘅裁判。我咧見到中間咧 A 方同 B 方嘅中間係有一個好大嘅隔膜喺度，直情好似有埲牆咁樣考驗緊兩位啦。喺呢一個僵局裏面咧，其實必須要有人去打破自己嘅界限。例如唔好再去爭論邊一個啱，邊個錯，或者邊一個低頭。如果唔係咧，就其實只係會好似等待時間嘅流逝，然後慢慢去枯萎咯。咁我哋而家再抽牌睇一睇，到底 A 方喺呢段關係佢有咩諗法，而 B 方又有咩諗法呢？到底個溫度會係點樣呢？大家對大家。星星牌。一張，兩張。哇！感覺到 B 方有好多嘢想同 A 方講，佢嘅牌唔係一張咁樣飛，係一沓咁樣飛出嚟。我要兩張，唔該。宇宙請我幫我聽牌最一嘅 B 方有啲咩想同 A 方講。咁底牌我哋有 Three of Pentacles。咁首先我哋講咗 A 方先啦。A 方而家咧其實開始產生咗有重新開始嘅希望。佢希望咧可以
經過之前嘅黑暗啊、迷惘啊，佢開始選擇相信咧呢一段關係係有未來嘅。佢面對B 方嘅負面情緒，其實取而代之咧係一種希望可以回歸返去呢段感情最純粹、最冇壓力嘅狀況。而家你哋物理上嘅距離咧係遠嘅，即係代表咗其實你哋可能中間已經冇聯絡啦。但係星星牌咧就係代表 A 方咧其實係有默默咁樣關注 B 方嘅。而家 A 方咧其實諗緊一個落實啲嘅計劃，譬如可能 send 個 message 或者送一個禮物，或者甚至係一個少少嘅見面，或者傾一傾可以點樣重新開始，或者重新建立一個務實同埋穩定嘅基礎。佢而家係想有一個能量，佢想去化解你哋中間之間點解會斷聯咗嘅嗰個現實，想重新開始。而 B 方呢，就係 The Fool 啦，同埋 King of Swords 嘅逆位啦。咁即係代表咧，其實佢係好驚再次受傷害。即使 A 方釋出一啲善意，佢都會喺度諗：我可唔可以再次信任呢？會唔會呢一個都係一個災難嚟嘅呢？佢會用一個理性嘅頭腦去整一個避風港俾自己咯，因為佢覺得佢唔想面對呢個問題。B 方咧甚至會表現得自暴自棄，佢會覺得呢件事我解決唔到啊，就係咁樣由得佢啦。但係佢內心咧其實充滿住好多混亂，佢想聯繫，但係又好驚出錯，所以佢一直就用佢嘅寶劍國王去壓住自己，而且佢會譬如 A 方去聯絡佢好可能會表現得好冷血啊，有毒舌啊，或者會猜忌啊，甚至係會好有批判性去批評 A 方之前有一啲佢唔滿意嘅地方，又或者佢而家其實係喺度轉緊一個牛角尖，佢覺得我必須要好狠，我先至唔會再俾 A 方傷害。佢嘅思考模式同埋溝通模式都係封閉嘅，佢而家都係喺自己嗰埲牆裏面，佢並唔想出嚟咯。佢有一個心防係好重，佢唔係唔愛 A 方，佢只係好驚受傷，亦都覺得有好大嘅壓力喺呢度。咁我哋嘅底牌咧出現咗錢幣三逆位，代表其實呢段關係嘅根基咧，而家係真係好繃緊，喺度拉鋸緊，完全冇辦法可以對接啦，亦都失去咗共同經營嘅信心啦。唔知會唔會係有第三方能量影響？未必係人嘅，可能係工作啊，或者屋企人嘅影響，或者係係咯，總之有人物嘅影響，有一啲關係上面令到你哋呢段關係暫時停咗落嚟。而去到而家呢個 moment 咧，其實大家雙方都幾痛苦㗎，好似限制咗大家嘅嘢。始終咧，雖然話我繼續有返工，我繼續有做嘢，但係喺心裏面有個角落頭都係留咗俾對方咯。而大家其實就想喺表面上對住其他唔係呢段關係嘅人咧，都係表現上一個好正常，我冇事啊，我冇嘢啊，我哋OK 啊，但係喺呢段關係就停止咗喺度。所以如果要總結呢，就係呢一段關係暫時上呢，之前所有嘅基本信任呢係瓦解咗，大家都覺得好攰，唔想好似以前咁樣默默承受同埋自我犧牲，所以你哋呢就選擇咗斷聯。
斷聯呢就係一個防禦機制，希望對方唔好傷害自己，因為好痛，因為你哋愛得好深刻，所以就覺得好痛。咁好，咁我哋而家再睇一睇未來之後嘅趨勢到底會係點樣呢？雙方能量未來嘅趨勢，我想要 A 方嘅牌。嘅對牌有呢個。咁而家我哋睇到咧，喺未來裏面咧 ，A 方咧會開始放下自己嘅身段，作出一啲包容性同埋實際行動。佢會好似聖杯皇后一樣，好溫柔，帶住愛去融化 B 方。佢會放下一啲條條框框嘅框架，用耐性同埋溫暖咧去感動 B 方。佢嘅行動模式咧。首先我諗會開始咗好似試探咁樣嘅，試探可能 send 一個短嘅 message 去睇下 B 方嘅反應。之後佢會主動遞出佢嘅橄欖枝，去重新建立兩個人嘅溝通模式同埋互動。聖杯皇后即係 A 方咧，呢邊咧佢會唔計較，因為佢喺呢段日子斷聯嘅呢段日子發現咗 B 方嘅好啦，佢會即係重新地諗到自己真係好愛 B 方，或者亦都知道自己之前有傷害過 B 方，所以佢變咗去默默支持 B 方，希望佢可以由呢個傷痛裡面走出嚟。佢係帶住非常之有誠意同埋溫和嘅態度去聯繫 B 方，而 B 方咧就會慢慢被 A 方嘅誠意咧融化咗，但係喺意志上面咧仍然都有啲情緒失控，佢仍然都會有一啲防禦性嘅攻擊，例如佢會好情緒化啦，或者故意推開 A 方啦，因為其實佢內心係帶住一啲狼狽同埋自卑嘅。佢而家係都處於一個枯萎嘅狀態，即使有心想同 A 方聯絡，佢都係心有餘力不足嘅。所以當 A 方咧想俾一啲溫暖或者實質幫助俾 B 方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 B 方嘅態度係陰晴不定啦，好難搞啦。你會感覺到佢明明仲愛着 A 方，但係佢又好似刺蝟一樣，好驚人哋行近去啦。
因為其實佢正處於一個好痛苦、好掙扎嘅階段，佢好想都仲係想匿埋，仲未係覺得可以行出嚟，大大方方咁樣面對 A 方咯。佢係有一種逃避，同埋佢係需要時間，所以佢就會好似喺水度浸親嘅人一樣，係咁搲人，係咁亂咁搲人啊！喺牌面裏面咧，我會見到其實雙方咧都會喺呢段關係度，即係如果諗住 A 方係諗住收復 B 方咧，係會經過漫長嘅拉鋸，同埋可能會消磨到 A 方嘅勇氣同埋包容。喺而家暫時未來啦，或者暫時嘅狀況咧，A 方係要有好多嘅耐心先可以融化到 B 方，或者要時間去等 B 方慢慢自己康復。因為我睇到 B 方佢其實對呢段關係係好失去信心，佢覺得佢唔想再咁樣拖落去。而家呢一段關係就係 A 方係需要穩住自己嘅力量，好穩定。你係需要好大嘅耐心去融化 B 方。同埋 B 方係需要時間去令佢對呢段關係再有返信心，因為我見到其實 B 方咧都係咁喺度失眠啊，或者亂諗嘢啊，喺度內耗緊自己，所以我覺得佢係需要時間咯。咁好，而家我哋就睇下 A、B 雙方。大家到底有啲咩説話想同對方講呢？而大家又冇講出嚟嘅呢？首先係 A 方。Hiding feelings， 有啲隱藏咗自己嘅感覺，冇話俾 B 方聽。我迷失了。A 方都覺得好迷失，因為力量牌係逆位。好奇心，佢好好奇 B 方到底喺度諗緊啲咩呢？下雨天，我感覺到佢同B 方冇聯絡嘅時候，成個心情都好似下雨天一樣，係舊嘅傷痛，好悶，係啊。好，咁呢個就係 A 方對 B 方嘅諗法同埋佢嘅心底話。而家我哋抽埋 B 方先。I see my mistake now. Lose one nerves. 你說得對。Wide leave. 前往下一個階段。謝謝你陪我走過人生低谷。OK， 咁喺呢度咧，我連結到嘅信息咧，就係除咗字面解釋啦，其實都幾對應頭先牌面裡面所講嘅。例如 A 方佢其實係隱藏咗自己嘅感覺，佢亦都覺得好迷失，佢對 B 方好有好奇心，佢知道 B 方係有啲舊嘅傷痛。而且佢覺得之前所有付出都係好似泡沫咁樣流逝咗，而 B 方呢邊咧，佢就係知道自己做錯咗，佢亦都跌咗入深淵裡面。佢又成日都回想返 A 方同佢講過嘅説話，佢知道 A 方佢有時講佢嘅嘢係講得啱，
但係佢仲未面對到自己啦，可能因為知道同埋做到係有時未必可以同頻可以做到。我知道，但我未必做到，而且佢係失去勇氣啦。佢都喺度有啲自責，覺得點解當初要離開呢段關係呢？佢好掙扎自己，好想去前往下一個階段，但係佢而家仲未做到，佢就停咗喺呢度。佢亦都好感謝 A 方之前所有嘅付出同埋努力，佢係知道嘅，佢心底裏面好知道你付出過什麼俾佢啦，亦都你陪伴過佢嘅時間，或者你哋兩位一齊共度嘅美好時光，佢知道嘅。但係佢係而家需要一啲時間去療癒自己嘅傷痛咯。佢仲未可以好有勇氣咁樣行去揾 A 方，或者主動去揾 A 方，甚至或者被動去揾 A 方，都係比較難啲。好，咁我哋而家一齊再抽一張大天使卡牌 Oracle Card， 睇下大天使有啲咩想同你哋講。今日抽到呢一張。你哋再抽多張睇下先。咁一張就係俾 A 方，一張就係俾 B 方。咁我見到嘅能量呢，就係宇宙呢想鼓勵 A 方啦，去淨化你嘅空間。佢知道你而家盡量嘗試去打開你嘅心靈，去 open your heart。佢知道你喺度消化緊之前經歷嘅傷痛或者經歷嘅事情咯。宇宙咧想同 A 方講話，佢見到你經過之前嘅斷聯啦，有一啲內心嘅沉澱，你終於可以鼓起勇氣，而且係帶住愛同埋包容，向你自己心之所向嘅事物去出發。佢覺得你呢個勇氣係非常之值得欣賞同埋鼓勵，而且你亦都釐清咗自己心裏面嘅想法啦，已經知道自己心之所向去邊度，開始慢慢有一個諗法，一個 planning， 慢慢走近 B 方。但係你知道佢個傷痛或者佢逃避嗰個態度係可能嚟自於原生家庭，或者一啲內在之前一啲傷痛，一啲情感嘅傷痛，令佢失去勇氣。而宇宙咧想同 B 方講嘅說話咧就係知道你之前面對咗一啲難題啦，但係你都克服咗過去，而家開始會由低谷咧走翻上嚟。因為我哋人生係有高高低低，咁經歷過傷痛之後咧，咁即將面臨嘅事情都會係向上而行啦，會慢慢變翻好轉。你要相信自己係一個豐盛嘅人啦，係一個富足嘅人，而且自己係一個內在圓滿嘅人。有時我哋唔需要太介懷，或者去太過執着於一個位，就係覺得自己唔滿足啊，覺得自己係唔被愛啊。因為每個人我哋都有愛人嘅能力，咁所以宇宙咧就好想喺呢度同你講，你係一個值得愛嘅人啦，而且係可以給予愛同埋接受愛。相信隨着時間嘅推移咧，你都會好似變到我哋卡牌裏面嗰個綠色衫嘅女士一樣，感覺到係舒服啦，平和啦，富足啦，同埋自滿有自信嘅一個人。然後再成個人或者心境都係覺得好自在，好富足，對而家嘅生活好滿意，跟住帶住自己係一個飽滿嘅自己，然後再去進入下一個階段。
希望你喺呢個過程度慢慢發覺自己，亦都係擁有創造力同埋一個敢於去捉住幸福嘅一個人。慢慢地再接受或者睇清楚身邊到底邊啲人係真係對你好啊，或者係你值得擁有佢哋對你嘅好。以上就係我今次為你傳送嘅宇宙訊息，希望對你有幫助，亦喺呢度送上我對你嘅最大祝福。如果鍾意我嘅 reading， 歡迎你可以揾下我抽下牌傾下偈，又或者喺樓下留言分享你嘅故事。我哋嘅互動可以幫助我同你能量連結更深，為你帶嚟更準確嘅宇宙訊息。下條影片見啦，拜拜。同佢斷聯之後，佢嘅現況係點樣呢？而當下佢對你嘅溫度同埋感覺又會係點嘅呢？我哋一齊睇下。Hi， 咁而家咧就輪到牌組2嘅朋友啦。首先我哋抽咗雙方嘅能量對應先。先 A 方，然之後就係 B 方，然後我哋再喺中間抽一張連結嘅牌。咁今日都係分開咗 A 方同埋 B 方兩邊啦，你可以自由選擇自己要做 A 方定係 B 方。現時嘅能量咧，見到咧 A 方嗰一邊咧係一個按兵不動嘅狀態，因為似乎咧有一啲斷連嘅原因係因為原則上同埋價值觀，佢覺得同 B 方有少少唔係好契合嘅地方啦，所以咧佢需要用一個冷靜同埋思考長遠未來嘅方法。佢而家目前嘅狀態咧就係封閉同埋保守嘅，佢希望可以維持而家嘅現況，而並唔係想去追求有咩突破。咁而 B 方嘅能量咧，佢係比較有遠見啦，佢嘅能量係擴展，亦都為自己嘅行動有所準備嘅。佢雖然咧喺而家呢個關係裡面同 B 方斷聯咗，但係佢其實已經有一個能量，佢係向緊前看，並睇緊有啲咩嘅新方向或者新目標。咁所以其實而家雙方咧就係一個落差啦，一個咧就係想有一個堅守自己而家嘅目前狀況啦，而 B 方咧就係想向外擴展嘅，即係 B 方嘅能量係比較想睇下佢下一個階段應該點樣行啊。咁而家我哋再睇一睇A、B 雙方其實內心對大家目前嘅狀況係有咩諗法？我要兩張就係，佢都係一個 A 方嘅牌，跟住要 B 方。一張咁從牌面裡面睇呢，我首先會講咗 A 方嗰邊嘅能量係點樣先。咁我感應到呢，就係 A 方呢喺初頭斷聯嘅時候呢，佢係有用佢好多頭腦理性嘅態度去抑壓佢嘅情感。佢話佢覺得呢，而家呢個過程係一定要好冷靜處理嘅，我係唔可以衝動嘅。佢係咁同自己講啦。咁當然佢亦都有揾朋友去商量，或者
去睇一啲 YouTube 嘅 video 係點樣自我療愈啦。佢希望自己可以好理性咁樣去處理呢段關係，唔好因為情感上令佢太過情緒化。但係其實喺佢潛意識或者喺佢暗啞底夜晚黑嘅時候啦，其實佢係有好大嘅衝擊，因為當佢突然之間意識到佢真係冇咗 B 嘅時候， B 可能會喺佢人生裡面退場嘅時候，佢喺深夜啊係會有一啲情緒壓抑，直情可能去到崩潰啦。佢裡面會心亂如麻啦、失眠啦，對過去嘅決定產生強烈嘅質疑啦。雖然佢朝頭早一個樣就覺得我可以用理性去解決，其實佢內心呢係非常之唔開心啦，同埋覺得好似個心裡面穿咗個窿咁樣。佢又係喺一個好混亂嘅情況裡面打交，亦都係覺得成件事真係都令佢幾崩潰嘅。好彩咧，因為佢可能就有揾朋友傾訴，或者睇一啲揾第三方嘅人傾，或者睇一啲 YouTube 或者睇一啲療愈嘅影片，佢就開始慢慢令到佢有啲 calm down 咗落嚟。佢唔再用一個社會嘅標準，例如我應該要點樣，我應該要點樣去對呢段關係，佢返去自己最純粹嘅層面啦。佢自己諗，其實我對呢段關係仲有冇希望嘅呢？佢有一種想默默去關注 B 方嘅態度喺呢度。可能係有去睇下 B 方嘅 social media 啊，睇一睇佢最近係點樣啊。但佢已經將自己嘅情感慢慢越降越低，越降越低。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過程嚟嘅，佢係一個過程去轉變，由一個應該點樣做，去到真心希望可以點做。即係初頭係用理性嘅頭腦去諗好多，我應該點，應該要點。而家呢，佢就轉向咗，我真心希望係點樣做。而佢在內心嘅心底話，其實係今次嘅呢個關係裡面嘅斷聯呢，係因為有一個意料之外嘅災難。可能佢發現咗一啲 B 方想隱藏嘅一啲秘密，佢會覺得同 B 方呢段關係已經翻唔到過去啦。高塔嘅牌呢，代表佢意識到呢，過去其實大家雙方相處嘅模式係有問題嘅。而呢個斷聯呢，雖然係痛苦，但係佢最終都要面對而家現實上面有啲衝擊。而 A 方其實對 B 方呢係有無限嘅理想化同埋好多濾鏡，佢對 B 方嘅能量，佢睇 B 方，其實佢覺得佢係一個好美好，佢係對佢嘅愛情上面有好大嘅憧憬，而且真係好鍾意 B 方呢個人。但係佢估唔到 B 方呢竟然會有一種爆破式嘅感覺，令佢覺得呢段關係已經係摧毀咗。而佢其實係唔想同 B 方發生任何嘅爭執啦，或者衝突。佢希望以一個最唔傷害到人嘅方式，讓呢段關係繼續存在。所以佢而家只係遠遠地停喺度，好保守，而慢慢默默地觀察住 B 方。佢唔會主動做啲任何什麼嘢嘅。咁喺呢度呢，我睇到 B 方嘅態度呢係比較冷漠一啲嘅，佢係比較高冷一啲。佢喺度呢，其實喺斷聯嘅初頭呢，佢係有諗過要唔要再同 A 方去發展呢段關係啦。但係佢應該重新諗過一遍之後，佢覺得可能而家應該將啲時間或者所有精力都投放於自己，去 explore 自己一啲新嘅 experience 會比較好。所以佢呢係用一個自己沉醉於自我世界裡面成長，
佢希望用沉默去考驗所有嘢啦。可能佢暗中裡面咧係有觀察 A 方，但係佢唔會表露任何嘅情緒。就算A 方去揾佢咧，佢可能會變得武裝起嚟，即係用佢嘅理智去武裝起嚟。甚至可能會變到尖酸刻薄啦。有一啲令到 A 方覺得哇，點解你好似反轉豬肚就係屎啊？你直情而家好似好無情咁樣喎。因為佢而家用一個都幾挑剔嘅眼光去看待 A 方，佢希望可以揾到其實呢個係 A 方嘅錯，唔關我自己事咁樣。咁我見到佢係有一種負面嘅批評喺呢一度，同埋佢係想切割呢一段關係啦。其實佢唔係好想再復聯 A 方啦，選擇冷處理呢段感情。咁雖然你睇到B 方好似好冷酷無情咁，但係其實佢係裡面有一個秘密。嗰個秘密就係佢內心深處其實係好脆弱，所以佢先至包裹得自己咁嚴密啦。因為其實佢係曾經對過呢段感情係抱有期待，但係可能因為佢嘅期待同佢真實現實嘅衝擊實在太大啦。咁所以佢不得不去防禦，唔係因為 B 方佢唔在乎，係因為太過在乎，所以必須假裝完全不在乎，令到自己唔好再受傷害。而家呢個情況呢，就係俾多啲時間或者空間 B 方，就唔好諗住試圖去用道理去說服 B 方同你再有一次聯繫啦。如果你係 A 方嘅話，因為睇到 B 方而家仲需要啲時間。如果再深入啲咁樣睇 B 方嘅諗法呢，佢會認為 A 方呢有啲自私啦、冷酷啦、傷人，亦都會覺得係唔想同 A 方去溝通，因為覺得係浪費口水嘅。所以總括而言呢， B 方對 A 方嘅態度呢，就係我已經睇穿咗你啦，而我對你呢係無話可説。咁從牌面睇到呢， B 方呢對 A 方嘅能量係佢已經劃清咗界線，佢係拒絕同 A 方去有交流，佢係已經想慢慢地喺呢段關係抽身出去咯。咁而 A 方呢係仲停留喺呢段關係度，但係佢唔會喐，佢淨係睇。咁而我哋中間嘅連結呢，就係 Three of Cups 嘅逆位啦，即係代表你哋中間嘅溝通啊，本身你哋一齊可能有 celebrate 一啲節日啊，一齊去出去玩啊。而家大家會覺得共同嘅話題係好枯燥啦，而且兩個人嘅關係咧係沒有交集啦。覺得如果勉強坐埋一齊就盞尷尬啊，冇嘢好講啊，或者會嗌交添。所以其實係有啲之前嘅承諾開始幻滅，大家都覺得一齊好似冇乜意思一樣。如果夾硬成日要一齊社交，只會有更加多嘅壓力同埋唔舒適嘅感覺。而目前呢，亦都冇一個好好嘅落台階去俾雙方再重新連結喎。喺呢度呢，我亦都覺得 B 方其實有好多心裏嘅説話冇同 A 方去講咯。大家嘅溝通同埋交流呢，都係比較少，冇將自己心底裡面嘅嘢或者委屈啊，或者一啲諗法，佢係冇去選擇同 A 方講。A 方亦都受到覺得好大傷害，同埋有一個突如其來佢冇諗過嘅 situation 係出現過，所以佢而家都係喺靜止嘅狀態。好啦，咁我哋而家再抽牌睇一睇未來兩邊 A、B 雙方嘅關係，佢會係點呢？首先係 A 方要兩張，唔該係上兩張牌。好
B 方。好啦，咁我哋咧首先咧就睇下 A 方未來會對 B 方嘅溫度會係點樣啦。我咧喺牌面嗰度連結到咧，未來 A 方會對 B 方嘅能量咧，就係佢開始會改變自己嘅諗法，佢會承認咗我哋喺之前嘅關係裡面咧係有一啲不當嘅地方，佢會重新去檢討自己，或者去諗過其實本身個關係裡面大家雙方嘅價值觀到底有啲咩唔同呢？佢有啲乜嘢可以做得好啲，或者之前有啲咩做得唔好呢？佢其實有好認真，因為佢心底都係覺得 B 方係佢好嚮往嘅人啦，一個好鍾意嘅人，佢曾經鍾意嘅人啦，或者佢會覺得 B 方其實所有條件上面嘅嘢都係好契合到佢。只係可能大家相處模式係有啲唔係好夾，或者三觀上面有一啲事情係需要磨合咁樣，所以佢會慢慢意識到自己之前有咩做得唔好，佢亦都想去改善，去 fix 返呢段斷聯嘅關係咯。佢希望可以俾到一個 offer B 方，譬如可能佢想仲係有交集嘅兩個人。我喺呢度呢個能量俾到我呢，就係可能 B 方之前呢係出現咗一個曖昧嘅人選，而係有少少無啦啦唔知道點解，可能對另外一個人有咗曖昧嘅關係，一個好新嘅能量開始咗。隨着呢個時間嘅推移呢，喺未來之後呢，會有一個真相大白嘅時刻。B 方呢會無啦啦覺醒咗。而家我都唔想再匿埋喺自己嘅保護殼裡面啦。我嘅內心咧其實都仲未放低到 A 方。佢有一個點啦，有一個位，佢會無啦啦覺得自己一定要面對。之後 B 方咧，佢會慢慢開始釐清到自己嘅心啦，開始放低佢嗰一個好冰冷嘅面具，唔再去嘗試自我保護啦。佢開始向自己內心深處去發掘。佢發覺自己可能嗰個愛意仲喺 A 方身上嘅，佢不得不佢去面對呢段關係嘅真實意義。佢開始唔再假裝自己喺度扮緊瞓覺，佢開始想有一啲務實嘅行動，去睇待佢同 A 方之前呢段關係。佢無啦啦會發現咗，原來 A 方先係最愛自己嘅人，所以 B 方亦都選擇唔逃避，佢亦都唔去定論之前呢個關係係啱係錯，佢選擇清算過去，決定未來嗰種心態。但係咧，佢對 A 方嘅諗法咧，佢會覺得如果你真係想重新建立我哋嘅關係，或者開始發展未來呢，我會睇好多物質上面嘅嘢啦，例如我哋會唔會有一個穩定嘅未來啦，雙方嘅條件可唔可以配合到啦。B 方喺對未來嘅發展呢，佢會顯示得係非常之成熟，佢想係有擔當，而唔係俾情緒去左右嘅。而到時呢， B 方佢會諗住呢，希望可以有一個打破沉默嘅關口。佢嘅攤牌就唔係為咗要嗌交啊，或者去做啲乜嘢要令到兩個人分開，而係希望咧可以推進到 A、B 雙方嘅呢一個關係。所以咧，呢個能量就係 A 方喺度諗，到底我要點樣可以重新開始，或者重新比喻，然後點樣修復好呢一段關係，或者之前有啲咩過錯呢？我係可以做得更好。
而 B 方咧就會比較考量現實嘅因素啦、利益嘅關係啦、條件啦，例如工作啊、金錢啊、明星一啲咁樣嘅關係，就唔係純粹係愛同埋唔愛咯，佢會比較實質地睇啦。咁我見到其實兩個人咧都係對未來係有憧憬。咁而家我哋再睇下 A、B 雙方嘅心底話，到底 A 方有啲咩想同 B 方講？我會想講笑起來真迷成長，就好契合我哋頭先下面嗰一張高塔嘅牌，最美風景，放手。佢好 struggling。I'd love to take you out for a meal。只愛你一人。呢一個就係佢錢幣一嘅能量。佢會覺得 B 方真係好迷人咯，喺佢心目中係一個好靚嘅風景。而呢段關係之前嘅斷聯咧，令佢覺得有所成長，有所領悟。佢有諗過係咪要放手嘅，但係佢個心底就係好想帶 B 方出去食餐飯、見下面、傾下偈。因為佢心底係愛佢嘅，而 B 方呢邊到底有啲咩説話想同 A 方講呢？佢會話找到平衡、隱瞞、停滯，想聊聊嗎？別離 We have shift from us back to you and me。而家呢一個咧就係 B 方想同 A 方講嘅能量，佢係自己重新生活啦，佢喺度揾緊佢生活嘅樂趣啦，佢亦都係隱瞞咗啲嘢，可能就係有一個第三方嘅能量，之前係一個曖昧嘅關係，所以令到成段關係都係停止咗。但係佢其實係對 A 方有一啲愧疚感，佢想有啲嘢想解釋清楚，佢想呢個別離唔係咁模糊。佢亦都好了解到而家呢件事唔單止係兩個人嘅事咯，所以佢係有一啲內疚，我 feel 到佢係內疚，佢係對 A 方係有內疚嘅心情。好啦，咁而家我哋再睇下宇宙到底有啲咩建議去俾 A、B 雙方呢？諮詢師，我連結到嘅能量呢，就係 A 方，首先係 A 方先。宇宙想俾你嘅建議呢，就係知道你喺呢段關係呢成長咗好多，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覺悟。喺你哋斷聯嘅依段日子裏面呢，你係有好多領悟啊！你發覺你係有一個好似覺悟咁樣，令你有一種好想 move on 嘅感覺。你亦都釐清咗自己心裏面嘅諗法啦。你仲想去嘗試同 B 方再次一次發展一下呢個關係。覺得你呢係有徹底定理悟到底點樣去好好經營呢段關係。亦都喺呢段沉默嘅期間呢，你係恢復咗好多自信心。喺呢段日子裏面呢，有好多水嘅能量可以俾到我，即係你已經學識咗原來愛一個人係點樣去愛一個人。同時間呢，你覺得喺呢段時間呢，你反而係多咗好多真心去安慰你嘅朋友，
會默默咁樣守護喺你身邊，你覺得呢樣嘢都好感動。因為我感覺到咧，你喺呢段關係其實係孭咗好多責任，你變咗你自己覺得好啦，我要做人做大量啲，我係為咗愛我可以付出，我可以守護，甚至我唔吝嗇金錢嘅付出咯。我覺得喺度睇到係咯。A 方係成熟咗好多，你都喺呢段關係裏面咧係學識咗點樣係叫做愛一個人啦，點樣守護一個人啦，亦都個心柔軟咗，個內心亦都學識咗點樣同自己嘅靈魂對話，係有種 surrender， 有種臣服嘅力量喺呢度。而 B 方宇宙想畀你嘅建議呢，就係你而家目前嘅狀態其實真係幾混亂。因為你要解決好多唔同自己自身嘅一啲諗法，但係呢度咧，我見到你有好多嘅決心去揾緊關於呢段關係嘅平衡點，或者你自己內心嘅想法。呢個過程係唔容易咯。可能咧係因為你對 B 方咧有太多初你哋戀情裡面有太多嘅承諾啊、甜蜜啊，但係後尾經過一次又一次嘅失望啦、絕望，你係覺得可能有時呢段關係再發展落去，未必俾到你想要嘅嘢，而剛好呢，啱啱又有另外一個對象令你覺得好有好奇心去發掘一下，咁導致到呢段關係斷聯咗。而你喺呢段關係呢，你喺度認識緊對方嘅時間，亦都同時認識緊自己。你慢慢釐清咗自己，有時係需要表達自己，因為你之前喺呢段關係裡面有好多委屈啊，或者一啲唔滿意嘅情況，亦都係自己默默咁樣收埋喺個心裏面，冇講出嚟，亦都冇同對方去溝通，或者有時你覺得講咗都係冇用，對方係唔會改變，亦都唔會去做得更好，只係有時係得過且過咁樣，或者係算啦，唔提就當冇嘢，隱瞞咗落嚟，即係大家都冇去 face to 嗰個問題去解決，然後咧你就係慢慢積落，就係變咗個心其實係唔開心嘅。覺得有時會唔會係自己要求得太多呢？反觀自己，其實你自己心中嘅 picture 未必係咁細，你嘅 picture 係好大好大，但係而家可以做嘅嘢只係得好少好少，所以你就會將你嘅情感無啦啦轉移咗去另外一個人上面，但後尾你終於都會真相大白，知道咗原來嗰個人只係一個霧水情緣，唔係一個可以落實去談未來嘅一個人。而宇宙呢，就係想畀你嘅建議呢，就係要勇於面對自己嘅內心，將自己嘅真心話去表達出嚟，同對方講。even 有時可能會有衝突，都唔好驚嗌交，因為有時我哋嗌交或者去表達一樣嘢嘅時候，都係一個互相溝通。咁當然啦，如果用一個冷靜嘅思想去同對方溝通，係更加好嘅，因為我哋冇俾情緒去打亂自己嘅思緒啊嘛。咁最後呢，我祝福你哋兩位呢，都可以有一個好好嘅時段，可以大家見面，然後傾一傾，可以真心地表達自己嘅真誠同埋自己嘅諗法。以上就係我今次為你傳送嘅宇宙訊息，希望對你有幫助，亦喺呢度送上我對你嘅最大祝福。
如果鍾意我嘅 reading，歡迎你可以揾下我抽下牌傾下偈，又或者喺樓下留言分享你嘅故事。我哋嘅互動可以幫助我同你能量連結更深，為你帶嚟更準確嘅宇宙信息。下條影片見啦，拜拜。Hi， 排組3嘅朋友你好啊，你抽到係你一張。咁而家我哋首先收咗雙方嘅能量對應先。咁到底斷聯嘅佢而家係咩現況？當下佢對你嘅溫度又係點樣呢？首先我會抽咗 A 方嘅能量先，跟住到 B 方，然後中間呢就係你哋兩位連結嘅能量啦。你可以選擇 A 或者 B。Kings of Pentacles 同埋 Hierophants， 中間嘅連結能量呢，就係 Death。好啦，咁喺呢度呢，我見到雙方嘅能量呢，都係有啲各顧各。兩邊呢都係一個好重嘅土能量啦，大家都唔係好想拉下面子去同對方溝通。A 方呢就比較專注喺事業或者個人發展上面啦，佢係想有更好嘅物質生活啦。有一種感覺就係覺得自己要有好嘅物質生活先至可以有感情基礎，先至可以拍拖嘅。而 B 方呢就係因為覺得大家喺嗰個價值觀啊或者家庭背景啊係有一種落差喺度。我見到可能係有一啲長輩或者家庭嘅反對，或者一啲門當戶對嘅婚姻期待，有嗰種壓力喺度，所以大家都係退返去自己安全嘅位置。而中間嘅連結呢，就係 Death 啦，就係代表之前嘅相處模式係一個失效嘅相處模式，要有一個不破不立先至可以重新建立好呢一個關係。所以而家就係棘住咗喺呢度，有埲牆喺度。咁而家我哋就再抽多幾張塔羅牌去睇一睇，到底要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呢個關係會有流動，或者佢目前嘅發展方向係點樣呢？戰車牌。中間嘅底牌係權杖4嘅逆位。喺呢度呢 A 方呢，而家嘅目前嘅狀態呢，就係佢已經喺一個胡思亂想啦、半夜失眠啊嘅死胡同裡面啱啱走咗出嚟，開始慢慢緩解同埋平復。佢已經開始接受咗呢件事情係發生咗，喺心理上面係一個康復期喺度嘅。而佢外邊呢，佢外在就係覺得需要去建立自己嘅事業，去揾多啲物質嘅生活。佢要同自己講呢，成日都同自己講唔可以再咁樣頹廢落去啦。佢要對自己嘅目標主動出擊。而 B 方呢，喺呢段期間呢，係有去學好多唔同嘅嘢啦，去增長自己嘅知識啦，或者識好多嘅唔同嘅新朋友啦。佢呢個期間喺斷聯嘅期間，佢其實係有審視 A 方當初喺呢個關係裡面，佢到底 A 方用啲咩方法去相處啊，或者佢對我嘅態度係點樣啊？佢係有重新咁樣諗一次嘅。
佢會用一個非常之理性嘅眼光去睇下，到底我哋呢段關係之前係錯過咗啲咩，有啲乜嘢可以共同成長嘅空間呢？假如果真係復聯啦，我哋可唔可以建立一個穩定嘅生活模式呢？佢好多時候都係用頭腦理性方面去諗，究竟實質嘅行動係點啦？我哋可唔可以再一齊啦？而當中我哋斷聯嘅原因係乜嘢啦？有冇得解決啦？大家可唔可以 work 啦？而且三觀係咪一樣啦？咁佢喺呢度呢，其實再深啲講呢，就係其實呢段關係初頭嘅根基並唔係打得好好啦，大家都有好多唔安定嘅感覺啦，而且係有時會覺得直情好似缺乏咗啲歸屬感喺度喎。所以其實有時令到 B 方都會諗，唔知道到底如果真係重新開始會點樣啦。佢唔可以話唔愛 A 方或者對佢冇感覺，只係覺得好多事都係 unknown， 大家都係唔知會唔會可以和諧啊定點樣，所以佢係有諗嘅，但係佢係冇答案。咁好，我哋而家睇下未來嘅發展會係點樣。未來嘅發展 A 方B 方第一排係命運之輪嘅逆位。喺呢個牌組裏面呢，中間連結嘅能量呢，就係 Wheel of Fortune 嘅逆位啦，叫 reverse。咁所以我見到大家復聯嘅情況係好低嘅。Even 係 A 終於可以覺醒，理清咗自己其實有好多後悔啦、懊惱啦，同埋而家會想表達自己一啲愛意俾 B 方，但係可能 timing 已經錯過咗。而 B 方咧對 A 方亦都有啲好抗拒啊、停滯啊，同埋咧 B 方係對 A 方有一種好拒絕接受再次復聯嘅呢個感覺。佢唔相信呢段關係可以重新開始咯。佢係選擇唔聽、唔理、唔想知道。佢內心係有掙扎嘅，但係佢話佢會睇唔到大家彼此有啲乜嘢嘅未來，所以 B 方咧就會有一種用理性去想切割咗呢段關係。好，咁我哋再睇下到底雙方嘅能量咧，喺呢度其實我係見到你哋之後咧未來可能會無啦啦撞返，跟住 A 方咧對於 B 方係會覺得有愧疚啦，同埋一啲覺得自己 miss 咗一啲嘢，佢係反而會有一種想去捉緊返 B 方嘅能量喺度，俾我感覺咧可能係 A 方之前係有做錯咗少少嘢，令到 B 方覺得可能唔排除係有一啲曖昧關係入咗嚟，咁 B 方就發現咗，咁所以咧就大家就斷聯咗或者分開咗咁樣啦。咁而 A 方其實內心咧都仲係好關心 B 方，佢都覺得 B 方係佢心目中喺佢心裏面都係一個重要嘅人嚟嘅。而 B 方咧就好多能量，佢都係想證明自己，我冇咗 A 方我都可以過得好好。而佢亦都有再去認識一啲新嘅人，但係內心咧就覺得已經同 A 方咧已經返唔到轉頭啦。佢亦都將呢段關係劃清咗界線咯。佢覺得當時愛過已經足夠啦。咁而家我哋一齊睇下 A 方到底有啲乜嘢心底話係想同 B 方講。
首先 A 方話假裝忘記，巧遇，什麼都不是，成長，秘密，默默關心你。咁呢個就好契合到頭先聖杯騎士嘅嗰種能量啦。跟住到 B 方 hiding feelings rejection， 係啦，佢好拒絕再陷入同 A 方呢個關係。I'm dancing along to our song， 有3個關係嘅出現啦，就係頭先講話有一啲譬如覺得對方有曖昧，或者自己而家都有一啲新嘅關係出現咗，所以就覺得同 A 方冇辦法可以行落去。佢亦都覺得呢段關係帶俾佢心痛嘅，而且佢係對於自己佢而家目前係專注自己，希望可以 build up 到自己成為一個更加閃亮嘅人。佢好想證明俾 A 方睇，有少少想令到 A 方後悔嘅感覺。佢希望自己可以更加奪目，亦都係話覺得 A 方你錯過咗我 ，B 方你係會有後悔呢種感覺。佢係有呢個惡魔牌 Devil 嘅諗法喺呢度。佢希望可以令 A 方後悔當日你傷害咗我啦，咁我就想證明俾你睇。我嘅高度並唔係只可以行到呢度，可以行得更加遠。咁好啦，咁到而家咧，我哋就雙方都抽一個宇宙嘅建議牌，或者睇下宇宙有啲咩信息想再俾雙方。首先係 A 方淨化物啦，跟住到 B 方。咁首先 A 方啦，A 方我見到其實佢而家咧發展個事業係都幾好，都可以叫做穩步上升。比起當時你哋喺呢段關係嘅時候，而家發展得更加好，亦都達到自己嘅目標。可能就係因為咁，你係想去嘗試聯絡返 B 方。因為佢喺你心目中都係有一個角落頭，你係俾咗佢，然後你係想好好咁樣表達，或者因為你而家大個咗啦，亦都成熟咗，有回顧返呢一段戀情當中有做得一啲咩唔好，所以你係而家已經學識咗愛人，喺之前嘅挫折或者一啲傷痛裡面係成長咗，變得成熟穩重咗。而 B 方呢邊嘅能量呢，就係佢而家我感覺到未必好想好認真咁樣去投入一段感情，而且佢有自己嘅目標想實行。佢而家有一種胸有成竹嘅感覺，覺得一啲嘢係一定要自己做到嘅，但係只係而家呢，係一個好初始嘅階段。而家嘅目標係，當然宇宙會同你講，而家你選擇嘅路呢係啱嘅，係可以堅守住，係會有自己可以做到一番成就出嚟，而且知道你係一個好多才多藝嘅人。希望你可以將自己嘅心門打開，將一啲你嘅實力或者你嘅諗法去 present 俾更加多人知道咯。喺呢個牌面度睇到咧，你係一個好有 creative，亦都好有自己嘅諗法嘅一個人。你好想將自己 present 俾呢個世界知道。even 喺呢一個，譬如喺 social media 上面啊，或者一啲網店啊，所以會見到你好清晰知道自己想要做乜嘢。
唔怕面對艱難同埋艱苦，你都會想去實現你而家嘅目標。咁請你相信你而家嘅道路係正確嘅。當你有懷疑自己嘅時候，都唔好覺得自己係行錯咗嘅路，因為只有懷疑自己先係其實係真係行緊一個正確嘅道路。因為相信你唔係一個想逗留喺舒適圈太耐嘅一個人咯，你希望可以突破自己嘅框框，成就一個更高嘅自我。以上就係我今次為你傳送嘅宇宙訊息，希望對你有幫助，亦喺呢度送上我對你嘅最大祝福。如果鍾意我嘅 reading， 歡迎你可以揾下我抽下牌傾下偈，又或者喺樓下留言分享你嘅故事。我哋嘅互動可以幫助我同你能量連結更深，為你帶嚟更準確嘅宇宙訊息。下條影片見啦，拜拜。